考量到区公所以及卫生所爱执行中央甲市府的政策，定定需要伫第一线面对群众。台南市天坛五条港商圈结合所有理干事以及防疫防治国家队巨阳公司的资源，将300套防护衫、防护面罩捐予中西区公所以及卫生所，由区长萧泰华以及中西区卫生所代理所长庄美心代表受证。天坛五条港商圈哈，它是我们新兴的一个商圈哈。好，那他们除了致力于地方上一个防堵之外哈，那对于这次的那个疫情哈，好虽然说也影响到他们整个的一个经济繁荣哈，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公益事业也不落人后了哈。那所以说他这次也是那个捐赠我们那个防护衣哈300套，还有我们整个防护面罩也是300件哈。那这边感谢他们的一个辛苦哈。那这边也谢谢我们整个所有的防疫同仁大家一个辛苦了哈。那我们会更加努力的为大家的一个做服务。COVID-19 的疫情的严重持续在燃烧，然后在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中西区，我们的区长致力于纾困的工作，还有我们卫生所的所长也忙着帮我们在张罗打疫苗，还有一些现场第一线的服务人员，所以让我们很感动。那在这个时候，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呢，我们天坛五条港商圈还是秉持着支持医护人员，所以我们捐了300套的防护衣，还有300个防护面罩。天坛五条港商圈不忙以实际捐赠防疫物资的行动，疏解政府机关医疗物资压力，也让身处防疫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会当安心工作，帮助台湾会当早日脱离疫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